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嘉南、双北、甲宜兰拢发布大水好特报。下暗看暝暝，先到苗栗以北甲东部拢会落雨。若要看元旦的日头光，中南部、金门甲偏湖拢有机会。若花莲的碧南山，明仔载会上升看到八雾光。大台北透早就乌阴落雨，东北季风带着水汽，天气感受湿凉。气象署提醒看暝暝，北部、东北部落雨时间会较长，甚至有局部大水雨也是大雨，外出看年收烟火爱准备雨具。另外，新年的第一道日头光，台北7日天文馆指出，花莲的碧南山系全台全区上早会当看到日头光的地点，有计是伫6点03分，接来伫6点28分日出。离岛南树红头山有计6点05分会当看到日头光。本岛平地上早是屏东的高峦片灯塔，看到日头光的时间是伫6点10分。中南部比较平原地区以及金门、澎湖是看到曙光几率相对比较高的地方。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云量都是明显偏多的，要看到曙光的几率相对就比较低一些。自元旦起，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，北部气温会一直降，愈换愈冷。1月初2到初4各地感受寒冷，温度上低的时间点，会是伫初3拜六透早，中部以北低温降到10度，空旷地区搁较低。虽然连度线挖近北部1500公尺的关山，也毋过水汽较不足，敢是会落雪，都要搁观察。受限于水汽比较少，七星山跟大屯山是不是会有一些冰线啊，或者一些雾凇的现象发生？那就不太一定了。气象专家提醒，这是入冬以来上强的一波冷空气，1月初4起会淡薄减弱，接落来又搁有冷空气落南，民众爱做好冻寒冷的准备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